继续来看是这个宜兰有一对无牌的年母翁仔某虐待着5岁小妹妹，害这个小妹妹半身瘫痪，目睭一蕊青霉，即摆7岁啊，还阁包药珠啊。这个案件今仔日第3届来开庭，这小女童的妈妈伫咧现场来控诉，讲这对翁仔某一点仔反悔都无，毋但伫审判期间互相杀责任，无愿意出钱来和解，甚至参一句道歉嘛无。这个妈妈讲，伊是单亲，经济压力沉重，伊的查囝失去的人生，搁较侪钱嘛赔袂起。我也是8年级生啊，而且我又是单亲妈妈，然后我妈妈年纪也这么大了，我们要去负担一个小孩子这样子一辈子。大力指控，希望透过司法讨一个公道，因为伊的查某囝扣领母领地甲变安尼。行路袂在，需要处理的人家扶咧。苏小梅已经7岁，煞搁爱包尿珠啊！那伊人会变到呢，拢是这对翁仔某2个人害的。苏小梅住伫咧宜兰，旧年妈妈有代志要去外地，逐个月付2万外块，该带去互寇先生和詹小姐因翁仔某2个人照顾。想到这对翁仔某毋若无领母的证照，搁家苦毒，互妹妹母被迫昏迷不醒，送病院抢救了后，真无简单甲命救回来，毋过倒蕊目睭强要无看，正蕊规个青霉。正病身躯规半碎，变重度身心障碍，生活无法度家己来。20号是这个案件第3摆开庭，苏小梅因规口罩伫咧这段时间受到真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。事发到现在，我完全没有接到任何一通他们家属的道歉，我也没有说欠你们保姆费什么之类。妈妈想会到，也无欠这对翁仔某济，查某囝煞互苦毒，人生从乌有去，甚至伫咧1审的时阵，这对翁仔某搁伫咧互相杀责任。他还叫我跟警察串供说我是他妹妹，她是我表妹。一审的时候，女生说她劳保退下来，她只愿意用20万跟我和解。面对记者问话，姓詹的林母拢急点点，让因翁伫咧开庭结束了后，搁随紧坐客停车离开。苏小梅规家伙仔，敢会当继续打拼生活，希望司法会当紧还互因一个公道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